我哋今日講講煎酒嘅起源。話說煎酒嘅由來同煉金術有住好大嘅關係，不過唔係呢個鋼之煉金術師啊。有阿拉伯化學之父之稱嘅 Jabir ibn Hayya 喺8世紀嘅研究同埋著作當中，發現咗蒸餾技術同埋改良蒸餾設備，有助提取更高濃度嘅酒精，促進咗煎酒日後同埋其他烈酒嘅誕生。一開始蒸餾獲得嘅神奇烈酒，原來主要用喺醫藥方面嘅用途。煎酒嘅起源有多種嘅說法，有記載係意大利，又有人話係荷蘭，但係兩者都關聯到一種藥用嘅烈酒，名為 Jalanfa。14世紀黑死病肆虐歐洲，當時嘅教會嘅修道士試圖蒸餾出一種杜松子混合嘅烈酒治病。隨住杜松香薰同埋杜松子蒸餾酒嘅推廣，煎酒因此喺荷蘭大受歡迎。歷史同埋戰爭嘅因素令到煎酒陸續推廣去到其他國家。後來慢慢演變到唔再係一種醫療嘅藥物，甚至以杜松子作為基礎，同其他嘅草本植物例如豆蔻、芫茜同埋各種嘅水果加埋一齊嚟做蒸餾，發展出形形色色唔同種類煎酒。今時今日我哋受煎酒所吸引，某程度上係嚟自於唔同生產商自家嘅獨門秘方，有好多種唔同嘅味道同埋香氣嘅多樣化。估唔到昔日用嚟醫病嘅藥酒，到今時今日成為大家最受歡迎嘅酒類產品之一。呢一個就係煎酒嘅故事。我哋係 Why So Funny，希望為你帶嚟更加多酒類嘅知識。下次見，拜拜。